上新的病院评鉴公布，对3月初开始，台北的主治病院、祥和病院甲台大新德分院，都有升做医学中心。这表示讲，这转诊的制度甲医疗技术等等，拢会搁再进步。不过，这相对的，以后若挂号都要加纳180块，这急诊嘛要加纳35。原本4年一摆的病院评鉴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拖到今年才公布。其中台北区的主治甲祥和，抑个北区台大新德分院，拢伫3月7日开始升做医学中心。期待监医、亚太呼吸、土城病院、台大监医中心分院是被动为地区病院升格做区域病院，唯一为区域病院降级做地区病院是台南新楼满岛病院。就新楼医院来讲的话，它如果变成地区医院，当然它的部分负担会降低嘛，在地的民众就医这个是有帮忙的，而且新楼它也承诺说它的医疗各方面的设施啊，跟这个专科人力啊都不会有任何的缩减。虽然对民众来讲，部分病院升做医学中心，或者是升级区域病院了后，包含转诊制度、就医技术等信赖度拢会提悬。啊，不过钱袋啊也求水，因为升定了后，门诊费起160到180，急诊调整是加起250或者是350。生病的人又不是愿意自己生病的，所以这种应该不能调涨，薪水跟不上涨价的速度，小兵就诊所看一看就好。评鉴就是表示说，他就有到达这样的标准了，而不是说评鉴那时候有那个标准而已，而是能够继续maintain继续维持下去。这要花的人力物力其实是辛苦的。不过，台湾社区病医协会也提醒，在健保总额的控制之下，分级医疗各地无法度落实，严重扼杀地区病院的生存空间。即马地区病院家属已经为健保开办的时阵超过600间，甲即马差不多只剩一半，有甚至转做诊所或者是结束营业。若个风情恶化，地区病院更加落车，会严重影响偏乡民众就医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